最近越來越多人查詢細單位裝修，今日就同大家睇下280尺一房一廳單位嘅裝修啦。近門口做咗一面白色原木風度頂多功能儲物櫃，有張細凳仔方便出入門口換鞋。各種間隔同櫃桶都可以自由訂製，配合家居嘅儲物需求。大門靠近浴室位置都做咗一套組合櫃，中間係一共7層嘅隱藏式鞋櫃，最下面位置可以擺行李箱，最上面仲有額外2個吊櫃空間。單位最裡面間咗一間獨立房間，同樣採用白色原木設計咗一套衣櫃同連帶儲物嘅地台床，上面仲有櫃桶同一個空位可以擺唔同嘅房間擺設，中間開放架嘅燈帶仲可以當小夜燈增添氣氛。總共8個獨立嘅地台櫃桶，方便將物品分類再儲存。門側右邊嘅空間都絕不浪費，打造成隱藏式原木置物架。原木框清玻璃做分隔嘅同時，確保客廳自然採光。5層式原木展示櫃連燈帶。廚房冇間門，裡面採用咗原木色同白色做設計。牆身冇改，保留反原有嘅磚面。正反兩面都做晒吊櫃，確保儲物空間充足。櫃門面做帶邊框設計，增加立體層次感。浴室用磨砂玻璃面玫瑰金 PD 門，角落位就做內儲式鏡櫃連一體式洗手盆，底部吊高設計可以防埋積水。沖涼位用雙開式黑框清玻璃月屏做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